嗱，如果萬一有痛症炎症咧，戴咗佢幾神奇喎，會好快舒緩。你買嘅水晶係咪幫唔到你手咧？唔緊要，上嚟揾個 Peter Sir，我幫你啲水晶重新做調頻。嗱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太黑磁石咧？好似台下呢樣，我哋唔係叫佢水晶嘅，其實呢種係一種係健康嘅對健康非常之有效。點解？因為好多 fans 佢買咗俾佢屋企人啦，譬如例如有啲炎症啊、痛症啊，係啦，改善睡眠質素啊，非常之好啊。點解咧？嗱，佢咧就本身咧佢嗰個波頻係啦，就同人類咧好接近啊。咁咧，所以你用咗之後咧，嗰個頭冇咁實啦，或者係人咧會放鬆咗，因為個共振關係咁所以咧有一種叫鎮靜嘅效果。如果你我瞓得唔係幾好啊，個腦成日好停唔到自律神經過度興奮咧，太黑磁石係唔錯。不過我想同大家講啦，原來咧戴呢個係有啲秘訣㗎啦。你可以戴住瞓覺都得，但係咁一定要咧喺譬如你沖完涼啦，可能你冇戴啦，但係你好啦，而家我就嚟瞓咯，喺睡之前1至2個鐘頭要戴住先唔好臨瞓之戴。原來咁樣會比較好啦。好啦，咁你去戴咗佢咧，去休息咧，你會感受到嗰個感覺咧，好輕鬆或者係有啲關節痛症咧可以得到好舒緩。因為呢啲好多啲老人家或者係有啲痛症嘅咧，講翻俾我哋聽㗎。所以你睇到其實咧，如果你有呢個問題咧，都唔錯嘅，可以試下。